思齊呢幾日嘅天氣都好好喎。海欣，不過星期5開始咧會有雨㗎，大家留意啦。我先睇分區氣温，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高氣温係介乎29.3至到31.9度，最低氣温介乎27.2至到30.5度。我轉睇下風勢圖，華南天色大致良好，另外一股西南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。預測大致天晴，但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。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，新界再高2-3度。部分地區極端酷熱，吹和緩西南風。展望聽日仍然酷熱，星期5部分地區驟雨較多。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有幾陣驟雨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嘅水平。而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會係10，強度屬於甚高。跟住嚟睇下大灣區城市天氣。澳門驟雨，珠海多雲；中山多雲，江門天晴；肇慶、佛山多雲；廣州、東莞多雲；惠州、深圳多雲。聽日先講到呢度啦。